架设机车危险感知教育平台，目前共30支危险感知情境体验影片，内容包含11种危险感知情境形态，如视野死角、弯道、道路施工、注意内轮差等。自今年9月1日起，要报考机车驾照的民众，至监理服务网预约报名时，需先完成30秒的机车危险感知情境测验之后，才能预约报名考照。提醒要报考机车驾照的乡亲特别留意。化监理站于9月21日上午8点到12点开办每月1次的假日人事服务，提供机车考照、免费辅导职业小型车考照，需符合资格条件。初考领机车驾照安全讲习、无照驾驶亲子班道安讲习、各项驾照业务等服务。另外，监理站也提供预约办理汽机车车辆异动、电车除外及违规罚款等服务，欢迎有需要的民众预约申请。